耶稣基督的身体，这是很重要的。我们不要你是我，你是你，我是我，互相的扶持。我们有一个愿望，一个从10年前，我们有一个愿望，希望新年中会成为一个家。比如说，中央教会要建堂，如果你有生意的，你有多余的钱，我们先资助他，当然利息用最低的，还是无息贷款给他，让我们互相的供应他，让他建造教会，然后他好了以后换第二个教会。我想这个教会就会这样啊，百浪就是这样啊，我们都单打独斗了，很辛苦。其实我们试试看，一个梦，跟罗长老一直有梦，以前一早开始，我们有一个梦，希望以后新美中会就是一个家，他有那你们去住。我们一直在想，永春跟美心没有传到了，很多都在台上，我的教会如何。有一天我跟他们讲说，你那么多的同工，你是不是可以去帮忙一下？2、3个也好，你的同工这么优秀，你的教会这么兴旺，他不去。可是到林口体育馆，到那个小鸡蛋，在台北市就在那边，哇，乒。我找我们要合一啊，严重要合一啊。那个意思嘴巴，自己的教会兴旺，真的痛。如果你们遇到这样，你们怎么感想？我们都是请上帝所建造的法，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何等荣幸，能够成为新的中会的一员呀！我们能够成为这一个众会做第一个来宣扬，让我们的合一，让他们看到，当我们的教会希望以后，是不是去帮忙那些需要被帮忙的？多妈咪，记得，不要像那个，不是说经常好撒玛利亚人吗？为什么弃了祭司，弃了以为弃了，我这个阿奇曼来，撒玛利亚被以色列人受歧视的边缘人，他愿意付出，把他带起来，带到医院，甚至于跟那些医院的人说：“我会回来付清他的医疗费。”不是吗？圣经都这样讲，为什么我们都没有实行？圣经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的给我们，我们都没有做。我们只喜欢在台上的那种掌声跟什么赞美，却忘掉了那些边缘人、祭司的人。试试看，2017年还有几个月？4个月，你试试看，这4个月一直到明年，再明年，我们试试看，我们是不是有这样？好，我要到美心，我要到永春，跟教授，你带20个人去扶持，他们哀嚎哭求，马都感动，都妈咪动，我都爱动，妈爸特动，我们还是这样吗？难过，从你跟我一起支持教会，支持总会，以前一长跟同工是在那边跑掉，我们还在那里什么管他的，不要这样，试试看啊！教会也是一样啊，牧师这样，长老也已经精疲力尽了，我们还在那边扯后腿，我们试试看，支持、扶持、祷告。好不好？好。
好，第二，如何合而为前？就是我们长老只是跟团契同工一起要做的，一起要实行的。我知道我们代子侍奉一定很累，但是这个呼召不是讲呼召哦，我来跟我们讲，要清楚上帝给你的呼召。如果不清楚，你就很心不甘情愿。第二个会很痛苦，为什么又是我？为什么又是我？为什么不是他？会这样子？真的，我们试试看，从我开始，从你开始，是不是教会从今天开始，我们会上结果？好，三合一的功效。前16月。他们别追杀，别政治破坏，可是他们同心合意来祷告，从120名增加到多少？3000人，以至于全世界现在几亿，都是这些属灵的先进前辈。他们知道，我们有一天要跟神面对面的时候，上帝就要把这个荣耀的冠冕在我们头上，还有才给我们，这是何等的荣耀！有一次，我传的法师，我认识一个法师，他说：“陈兄啊，我很羡慕你们，当然羡慕我们是基督徒啊，因为他们早上都要祷啊。”他说：“以前电线杆不是有那个吗？啊，信耶稣。”信耶稣的复活，我们没有呢，我们是迎向哪里？迎向西方。我刚才不用到西方，会不会快？那个太阳快下山的时候，那个蝉在催促你回家了，然后那个风，
哇，很恐怖呢。哦，你再不下山，就开始什么黑暗了。你像西方，我们好像没有投入了。要到西方的世界，到底那个西方在哪里？是旷野吗？是树林吗？是森林吗？他一直在讲这个，那你就信耶稣嘛。有一天，金华牧师，我跟他教堂，他就刚好在车上有圣经，就给他圣经了。他现在说他都有看圣经，还没有信耶稣，叫果传法师。所以，弟兄姊妹，我还想继续讲啊，可是我们等一下还有20分钟，我们来谈。真的，你我都是上帝所呼召的，是透过属灵的我们的教会的会员来结修，选择了我们，要珍惜着，使我们的教会更增长、更兴旺，使我们能够在教会里面做百般恩赐的好管家，做神的仆人。这是何等的荣耀！里面是祝福大家。我看到属灵的前辈都在这里，我们愿这属灵的前辈成为我们的表率，也愿我们自己也成为我们晚辈、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姊妹的榜样、追随者。我相信31间的教会一定会成长，一定会兴旺。这是对我自己的期许。也对大家的勉励，也愿我们共同来奋战，支持青年周会，支持你的教会的牧长，把怨言化作良善、赞美跟祷告。当祷告发出的时候，众天使也围绕在我们的身上，接纳上帝也会把这一个我们的赞美声。我们的祷告是成为祝福，这是我自己对我自己的期许和理念，也跟大家这个期许。还有20分钟，我们先20分钟，15分钟，我们有什么可以对教期许互相的勉励？这边有很多的问题，你们自己看啊。那个思考的问题，我们带到自己教还是下午的小组的时候，我们来看，我们对自己的期许，对教会的期许，无论是好是善是改善，我们都愿意分享，好不好？从南都可以吗？我不知道南部教会是哪一个，有2间教会。是把你自己经历、经验跟信仰的那个执着，能够分享给我们，好吗？也可以不要，也可以是什么？不要吝啬。你要过来做到阿优这样。好，这样你看我，我看你。我们阿妹组就是那么害羞的啊。还有10几分钟。财务部部长优先发言。还有举手吗？好。我们对一城教会很多的期许跟学习，因为他们9月10号又有复牧了哈，讲到是要就任。我要讲什么？财务那个这帮叫我讲的就是说，财务是等一下的课。中委这边哈要多祷告，对我们在财务上的满了10岁，我们要祷告啊。感谢上帝，突然叫我讲，那我就2分钟的时间，过你就跟我讲啊。我在第一城教会成长到现在，我
从一般信徒，一直到现在，想要推任这个长老的一个那么久的时间里面，我曾经想过想读神学院，但是那个门槛，那个门都一直没有开。没有开的原因是什么？但是神，我不知道你的意思是什么。但是我做这个，做只是到长老的职分上，做宣教的服事上，不输于牧师。没有阿妹的怎么办？要提醒你们，那个就不对了哈。我觉得不太舒服啊。就表示你没有为我祷告。这也告诉我们，一个讲者，你在听的时候，这个讲者、牧者或者什么人，你的感受是什么？好与坏，你是不是用祷告的心呢？阿门哈。所以，我做长老执事到现在，他给予我们的是什么？我们都是照单全收吗？不是的，我们祷告，神来告诉我们怎么去。西拿欧沙含两估计盖西拿有没有那个汉菜？有没有？把那个刺拿掉，煮起来吃了才不会吃到喉咙。意思也就是这样，我在这个服侍的一个经验的当中里面，才越服侍越甘甜。感谢上帝，在一路走来，想赌神仙已经没了。对呀、所以我问过义神还可以赌吗？他就说没关系，在外岛也使用这种。哦，我们就是一定要，不管你是做什么的职分，做长老、做牧师，在我们长老会的规定是长老跟牧师的一个就是一个同时来管理。那么我说是呢，既然是这样，我是以这样的一个身份来这样的服侍，我做长老这样的一个来做这样的服侍。那更多的，我时间到了吗？还有5分钟，还有1分30秒。好，我要再积极的讲，在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教会，当我们施工来的时候，我们做长老、做执事的，不知道每一个服侍的经历里面，你刚开始很认真，到最后为什么他会觉得很疲惫呢？我在那个观点的当中，第一个，因为我们同工之间没有祷告，没有去勉励，没有渐渐的去捧他说不错。我们小时候冷眼旁观的去看他，那个眼光不一样，你们去看的有没有哈？我们的五官一看就知道他对我还有不满的感觉。我现在在讲话，很多人看眼光一看，我说不一样。我就知道你们心里想什么，所以，我们对我们的长老指示，对他们的这个服侍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亲自去做，不是说你已经是待了20-30年的长老，是你们的份给他安排了那这样的一个后务，所以在这的。全辈长老一定要这么做，以身作则，去帮助他们的话，他们更好的一个积极的。上次我去台中，那个长老说，他不知道那是传道牧师传道要过来的，牧师都在做了，还有我这个做长老的海州监督，他马上去做，马上上山到上面去订那个浪板。这次就可以知道说，越高的职位的当中，你亲自做很卑贱的事的时候，
更多的人去会做。所以从这个方面，我们做这样的做小小的事情的时候，更多的人就跟着一起做，不要看那职位身份在教会，跟社会不一样。这以上时间刚刚好啊。这个美港教会这个长老分享，有没有要分享的？实际上，孙长老你可以继续去读神学院，不一定要在讲台当牧师跟传道。我很多的朋友去读神学院，但是他不是要做传道，他是去增加他的那个神学知识，然后去传道。所以不一定要去退休可以选修的，对，所以我觉得是说，你刚才是90%以上是想要当传道的。好，以上，那个第三谢谢有这样的机会能够在这里能够分享。我是可能是比较新手的长老，因为启光教会成立才11年，那当上启光教会这11年的长老，我知道这是上帝的一个呼召，所以回应做长老的一个职分，就是仆人的身份。那在这当中，我当然没有像孙长老这样子，他一生想要当传道人，因为这次我听到我们刚好教会6月份有去短宣到缅甸，我就听到了一个弟兄为着教会，他说他只是一个弟兄，如果每一个人都当牧师的话，都在前锋的话，那也要做后面的事情。他们是说教会牧师的后盾就是长老，因为长老要做很多的事情，也就是成为一个牧者的一个帮手。我真的刚刚听到正方长老分享的那个梦想，西北众会希望能够成为就是一个家，那当然启光教会希望要有一个教会。我们11年已经搬迁了4次。那可是当我们听到有一个从国外的恩惠长老教会的牧者在讲，他们搬迁23次，25次，可是最后神给他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教会，而且它的停车场就上千坪，那教会还有宣教中心，还有小朋友的教室、青年的教室，还有社青的教室，都相当大。所以这4年当中搬来搬去，我觉得这是一件小事。那刚刚听到正方长老讲这件他的梦想，我觉得很阿们，我觉得感谢神，真的是在西美中会的一个教会里面，有31间教会把西美中会成为是自己的家，我觉得这是相当不容易。所以因为有这些前辈在这当中打前锋，所以我们这些后辈就是要真的是要学习。那我真要讲的就是，那当然教会需要被帮助，等于就是在建堂的里面，当然现在启光教会有物色到一块地，那当然我们也在等候神的旨意。如果这个梦想可以成真，那希望各个教会也能够协助启光教会。那当然，刚刚孙长老讲的，一生想要做神的仆人，那我们真的，其实我们这年轻一辈的人也是要学习走上这个脚步，所以也能够成为教会的一个帮助。所以我相信长老执事的身份职分，因为这是第一次我们启光教会参与这个长子的宣道，就是宣教的一个源头。我们昨天一直到现在，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帮助，因为很多的教会不知道你做长老的职分你要做什么，执事的职分要做什么，是不知道如何去管理教会，所以而且还有就是长老在这当中要学习，就像早上正方长老讲的，要经得起这一些的逼迫，因为神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。所以要经得起这些的人家的眼睛。刚刚说长老，我可以告诉你，不要去看别人的眼睛，人家的眼目会控告。所以我相信你心中的眼睛是向着神，所以别人的眼目不用去看他。
所以我觉得上了这个课程，非常对我自己来讲很大的帮助。我希望把这样的一个学习带到教会中间。那在这当中，长老对刚刚有讲到说，这个声音的分贝，有时候情绪一来，因为服侍的时候会有疲乏、疲惫。那在这个当中，为了要维护，为了要把很好的一个展现，就是好的展现，就是用神的角度去看的时候，那多多少少会有人的情绪。那在这当中，也在这里牵引自己，学到一个功课，就是能够沉得住气，就是说可以用神的爱去看每一个事情。我觉得这是一个长老最大的一个功课。那当然，教会很多的问题，100个人就有100个问题，200就有200个问题。所以在这当中，也渴望自己能够在这个课程上能够学到做长老的一个职分，能够带来给教会很大的祝福。谢谢，这是我的一个分享。哎，这样，感谢主了哈，我还是回到原点，等一下我们是站起来为我们自己的教会跟众会来做我们的祷告。信仰是你终身的什么选择，然后服侍是你毕生的志。这个最后面，我还想分享给大家，这是我自己对自己的期许，因为你选择了是上帝给你的。不是你亲自去选，是上帝透过的呼召，然后呢成了基督徒，然后你服侍也是呼召，你成了长老，成为执事，成为团契的同工，也愿神祝福大家过年之，然后那后面有那个社会跟那个招待的须知做参考不便在这里，因为时间所以。后面有一个诗会跟那个招待的角色我们当做参考，能够摆列了也是也祝福我们每一个人。还有最重要，长老无论在哪里诗会，或者是只是你有机会，一定要仪容端庄仪容，端。大声一点，仪容，阿卡卡西玛安山，很重要。这是我第一次被牧师宋正清教训。他说：“你无论在哪里施会，小组也好，团契也好，教会也好，你一定要仪容整齐，是对这一个教会跟团契的那种注重。”阿卡卡西玛安萨，有在野外，你也是一样。你有看过我在野外施会，你有带领带的吗？我一定带领，我一定不穿短裤。这是我被教导。我在双年教会，我当长老的第一天，我就到双年教会去学什么叫做长老角色，长老的角色很重要的。才刚刚看你怎么样。无论你在哪里，你要跟牧师搭配。你在野外也是一样，也是做礼拜的水，那个慢慢点，休闲都可以，但是你要仪容端庄，千万不要穿短裤，好吗？真的，我语重心长，这个是教导我们七星宗会的教导是这样。所以，像我们很多的那个分担，所以我们这时候站起来。我们手牵手，我们跟神说，愿这个呼召成为祝福，也用我们的教会因着我们做同工的扶持牧师传道跟教会的事工，也用我们的众会因着我们手牵手，使这个众会能够成长，因着我们的参与，这个众会就会兴旺起来，神的国度就被荣耀。最后，我们请樟树教会的长老有来吗？那个阿春牧师做祷告。
最后请视为指示的旁边那副表格。好，我们就同声祷告。我们的信心、爱心跟清洁上要做信徒的榜样。是。透过你的话语，常常来激励我们长直，能够在这里透过学习、勉励，来能够教会里面更增长。愿神你继续来带领我们以下时间，保守我们在这里共同的学习。愿神你透过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学习跟顺服的心，让我们满满的得到你。谢谢主耶稣，我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。阿门。归荣耀给上帝。Menteri Kisah Marui bisa Tanghao， 所以当孩子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，他的信仰就改变。Kita jolo atau itu C atau Foxe, pusing C， 我们千万不要讲说 hati adalah jolo, hati adalah Foxe, hati adalah 传道师hati ini， 我们不能这样哦。我们不来教会人来，我们不教会。Kita usaha pun minta di sini masa di sana， 我们的恩赐都不一样。也许你是这个红布条，也许你这个是你是这个包括的这个荧幕，也许你是窗户，所以我们的恩赐都不一样。但是上帝要的是，让这一间房间、这一间教室变成一个很美好的。这个大家没感谢，我在这边代表西里众会，我就咯。我关出去，当一间教会没有牧者的时候，我怎么办？可能教会，可能身边的教会有关门，所以我只有用感恩的心，你们的辛劳，牧者的辛劳。怎么样？我们的信仰是跟上帝之间。我常常在想，我们31间教会，就像今天正方长老讲的，要是那一间教会每次被督起，你为什么在这边做礼拜？成为这个灵界的怎么样？影响他们的作息，因为我们的教会都在公益，我们能不能有一个路想？这个教会在这边不行了，我们是不是31间教会面对这个教会的怎么样购买礼堂的一个责任？因为我们是一间教会，我们31间教会是不是每一间教会都有传道人？就要看我们31间教会能不能愿意
1/10的奉献负担金，这个是我的梦想哦，这是我的看法。阿拉米达尼尼，我们还有好几间教会没有牧者，我上班在那边。你们那个不是一个干嘛不容易学习给他多，台湾中会，他们他们的负担金是1/10，如果中会，还有现在很多中会一直跟上哦。我们3个中会最多的是阿美中会，现在他们走上0.6哦，1/10的6%哦，他们努力到1/10，他们现在是0.6。我们还记得我们的负担金多少吗？0.7。长词要知道这个东西哈，0.几，0.35，难怪那个百万中会跟鲁改中会，你看看呢，我们的教会的仪表哦，特别不清晰。光百万中会他们的事务所，拉里曼国亚国牧师，有5位牧师在事务所上班。服侍，那我们这边，我们只有一个，怎么鼓励？怎么大家呢？我反正那个巴罗那出来的，我们只有2个人哦。有时候碰到那个，最近我们有2个活动要核销哦，我们的理性，还有什么？主席的仪会。这个是不好玩的游戏哈，那个政府什么花样都有，他们每年的那个格式都不一样，今年是这样，明年又不一样，一天到晚给你跑来跑去的。我最后就跟家里说，印章、诗章、电脑我都带去了，他就没有话讲了，哪边要改了呀？当场给他改，当场给他印就给他。为什么那么辛苦去跟政府要东西？因为我每次办活动，1半以上的钱是哪里来的？是这样来的。阿伦来过百万中，还有其他的平地教会，他们很多时候都不用什么公部门的协助，因为他们的负担金是1/10，我们常常鼓励我们自己跟神干什么？我们要奉献1/10，结果我们的中位是0.35，能做什么事？我们能帮忙那个小型教会吗？那给他不信心，有小的教会，要是中会没有这个能力哦，永远帮不上忙。我的梦想是希望31间教会都有牧师。孙长老，医生还需要你。因为我们原住民没有限制你几岁读书，你几岁除非你没有超过70岁，你都会成为传道人哦。还有几天来呀？时间快到了哦。你们那是一个干嘛不容易？对不起，刚刚我的感动哦。你们那个不必干呢，我们要努力哦，我们不要输给阿美中会哦，他们现在已经是0.6了，我们的是0.35。我们要协助我们的小型教会，我们基隆不是宜兰难得有2间教会在那边孤零零的，索拉尼陈正芳长老有他们。所以感谢咱们那个修罗啊，在这期，你看当没有牧师的时候，长老在那边已经很辛苦的上班了，白天已经大片的工作，然后呢，睡不着，明天要讲道怎么办？你不要讲，我都知道了。因为上帝给我很好的学习是什么？
从执事长老到后面不知道，就读神学院哦，我清清楚楚的知道说，执事在教会怎么样，长老在教会怎么样，我很清楚。你们很辛苦，但是你要知道，上帝呼召你成为上帝的同工，我们要感恩。好，谢谢。这以下的时间，我们就给自己下课一下，上洗手间。